两个仁川组织已向爱尔兰税务和海关办公室提出要求，禁止将新疆棉花产品进口到爱尔兰。据爱尔兰时报报道，秦元直告诉爱尔兰海关，从中国进口的棉花产品是由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生产的，他们必须遵守适应的法律来禁止此类产品。报道称，该请求是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全球法律行动网络联合提交的。这俩组织在声明中说，如果当局不对这些产品脱加限制，他们将向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律提出诉讼。中国共产党定于2022年10月16日召开第20次党代会，预计习近平将在此期间进一步反哺传力，并确保第三个党的领导人任期。习主席打破先例的第三个任期对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仁川来说都是一个坏兆头。仁川观察中国高级研究院王亚秋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活动的空间进一步缩小，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来遏制习近平的滥用职权。仁川观察表示，自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以来的10年里，当局摧毁了中国公民社会，监禁了许多批评政府的人士，严重限制言论自由，并部署了大规模监控技术来监视和控制公民。当局自2017年以来的文化迫害，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任意拘留以及其他虐待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中国的军事恫吓只会事与愿违，并称他的政府愿意与中国合作以舒缓两岸紧张关系，但在捍卫自由民主方面没有妥协的空间。我要呼吁北京当局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的选项。蔡英文在中国民国111年国庆大会上称，他在讲话中誓言要强化台湾在面对中共加码拖压之际的韧性，方式包括深化与民主国家的关系，加强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欧盟不应该在稀有金属方面依赖中国。冯德莱恩在爱沙尼亚举行的塔林数字峰会开幕式上表示，在稀有金属问题上，欧盟不应对中国产生依赖，像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依赖俄罗斯那样。他表示，他们在为此目的制定澳洲关键原材料法，并计划与可靠的合作伙伴一起使该领域的供应链多样化。继美国政府日前宣布限制向中国出售半导体技术及设备的全面性措施后，中国官方在本周一作出回复。不具名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以打记者问的方式抨击美国违背双方合作精神，罔顾双方合作事实，并且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贸易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10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了限制向中国出售半导体技术及设备的全面性措施。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10日上午，美国14家机场的网站出现故障，无法访问。
报道称，俄罗斯黑客组织 Killnet 宣布对此负责。被黑的网站包括亚特兰大市的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网站。报道称，网站故障没有对航空旅行产生直接影响。